你是如此的難以忘記。咦，Leo喺邊啊你？我咪喺呢度啦 ，Kelvin。我終於揾到一個單位，睇樓嘅時候，我係可以高過你噶啦。你高過我？我喺3層樓咁高啊，你有乜可能高得過我啊？咦係喎 ，Kelvin，你上咗上邊嘅？哇！呢度3層高，我仲以為自己住緊間 house 添。係啊，Leo，呢度3層高，仲有3個都係套房嚟㗎。我帶你出去睇埋個靚景啊！好啊。呢度係 May Tower 一個實用面積2278尺嘅大單位，3層通空設計，勁過複式。佢主要由2條樓梯連接3層，樓層之間都有玻璃欄河設計，方便住客互相溝通，同時讓空間感打滿。第1層有飯廳同廚房，客廳設於第2層，連接露台，外望向北開揚景觀。另外，第2層有1個套房，加埋第3層。合共有3間套房，主人套房就係設喺第3層。雖然我沒有6尺高，但係呢間屋真係好。你嘅身高加埋條樓梯非常好。